那柯市长这件事情实在是大错特错，说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哈。真的是好好把市长的工作做好，那不要什么事情都做政治的阴谋论。柯文哲说法是莫名其妙，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解释一下？我想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对事不对人了哈。那柯市长这件事情实在是大错特错，说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哈。那不要去扯其他的县市长说人家是民粹，其实台北市硬要办这个跨年晚会哈，如果这样子讲起来，这样子其实才真的是民粹哦。我想大台北的一个市民，其实在那一天晚上，也已经用脚投票哦。那当天真的去参加跨年晚会的，也只有往年的1%而已哈。那我觉得更不要去扯什么阿妹，那更不要去扯什么五月天，那个毕竟是民间的一个团体所举办的活动，那而我们是政府，那我们的身份跟角色是县市长，那这个思考的点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民间的一个活动，那他们有他们的考量，但是政府应该要以市民的健康跟安全为最高的一个考量，也不能把市民的健康跟安全拿来当政治的一个赌注哦。那我觉得更不要去扯什么陈时中部长，那离这个蔡英文总统更是扯得更远了，就不可能有串联的事情。其实这个是一个县市长作为市长的一个身份，他自己必须要去考虑到市民的健康跟安全。那是郑文灿市长刚好在5点半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基隆市自己就已经决定我们要采取线上直播的一个方式，就算郑文灿没有打给我，其实我们基隆市还是会这样做。那更不用讲说这个高雄市长那个陈其迈，还是8点我们宣布之后，8点09分的时候才打电话给我说，哎，我们是不是真的取消改成线上直播的这个事情？所以真的是好好把市长的工作做好，那不要什么事情都做政治的阴谋论。这个我们还是用一个做最适当的准备，但是也不要被这个不理智的恐惧打败。所以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台湾在防疫上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说它确诊的案例少，而是说它对整个社会活动的干扰是最低的。那据我所知，你知道在2020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它的 GDP 还是正成长，那台湾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用这种理性务实科学数据的来决定我们的政策。所以今天晚上的跨年晚会还是会举办。所以我们当时说好，我们再花12个小时收集资料完整以后，还有一点呢这是我的信仰，你知道，众人的智慧会超越个人的智慧。所以我们是让我们每个从卫生局的我们每个人都收集资料。那今天早上一样嘛，我们7点半晨会，把大家收集到资料都报告一遍然后再做综合判断。所以我也觉得一种集体决策的那种思考模式，有更多的 information 会做比较精确的决策。市长想要再请教一下，那你怎么看？现在大家都说你这个是逆风来做决定，你这样子承受的是政治压力，怎么样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然后另外，那这是这样的你要知道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我做决策很少超过30秒的，我要想12个小时就是想很久了。这是这样的我刚才讲过，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了，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性务实、用科学数据来决定政策的国家嘛。所以我们还是就说，你想想看我们在2个礼拜前才办过台北马拉松，事实上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科学家，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办尾牙，你知道，其实那个就那个传染病的防治来讲。那个比在跨年晚会还危险，因为那个大家都戴口罩的，那都是没有戴口罩，那近距离在吃饭，其实更危险了。所以还是要，我昨天讲过嘛，我们要理性务实，不要被这个不合科学的恐惧打败，这是我的做法。当然，这个政治压力很大，所以我想了1个晚上会
所谓的那个变种病毒，那你怎么看变种病毒对台湾的影响？那林右昌早上说，他其实跟郑文灿、还有那个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有把相关的决策也跟你讨论。那你为什么最后还是坚持这个决定？这个是这样的哦。奇怪，我怎么老是忘记第一条？变种病毒。变种病毒就是这样的哦。就科学上来讲，它也许传染性或者是致病性更强了。但不过听说它现在并不影响它对疫苗的发展，所以这样的哦，它也许传染性更强，但是它防治的措施是一样的，所以它并没有说因为这个病我们要采用不同的新的或者更奇怪的这种防治措施的，所以它的那个防疫的措施是一样的，第一点，所以还是照原来的动作把它做确实这样。第二点是这样的哦，我还是讲嘛，我们做决策还是收集更多的资料嘛，然后老实讲，我昨天听到你们都在现场，我也是觉得说哇那呢，所以我说那我们回去我也下令，其实我们昨天晚上也是下令所有局处开始收集资料。从这个疾病管制署啦，到各处，那大家为什么做这个决策？所以最后综合判断还是这样的。有一点呢台湾到目前为止在防疫上最成功的不是确诊案例少，而是它对社会的干扰降到最低。所以这是在外国人眼中看来，这才是我们最厉害的地方。我们能够疫情一个程度的防治，还可以让整个经济社会活动继续进行。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对那种经济活动太过干扰，你知道？我们这些领薪水的没有问题，可是升斗小民会变大问题，所以执政永远是在理想跟现实当中取一个妥协。